大家好，我係 2C 班28號梁希如。我係2C 陳一寶。香港大館位於中環，係一個融合歷史、文化同埋藝術嘅綜合性地標。原本係香港嘅警察總部同埋監獄，經過精心修復後，於2018年重新開放，成為市民同埋遊客嘅重要文化中心。建築群建於19世紀，承載咗香港嘅歷史記憶。作為英國殖民政府嘅執法機構，呢一啲建築見證咗香港嘅變遷。如今呢一啲歷史被轉型為文化同埋藝術空間，讓人們重溫過去。我哋喺參觀大館嘅時候，最深刻嘅時刻之一就係體驗到啱啱恢復嘅警署建築同埋佢嘅內部展出嘅文物，例如犯人喺佢內部監獄留低嘅一幅畫。整體嘅體驗喺大館嘅經歷超出咗我哋嘅預期，我哋不僅對香港嘅歷史有咗更加深嘅理解，也重新欣賞了藝術同埋社區參與嘅重要性。展覽嘅精心策劃同埋沉浸式嘅環境，讓到呢一次嘅參觀變得難以忘懷，讓我渴望探索香港更加多嘅文化同埋歷史。